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12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章68到79节，马拉基书第4章第1到第6节，路加福音第9章第1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受差遣。传福音到底是谁的责任？是宣教师？是牧师？是长老？是执事？还是应该是属于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呢？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国外的宣教师到了台湾来，都邀请人到教会来听道理，所以基督徒就不需要去传福音吗？当然不是如此。每一位基督徒其实都应当要成为受差遣的人。有人这样提出疑问，你看啊，圣经记载啊，耶稣基督他只差遣12个使徒出去而已啊。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根据今天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9章，我们看到12个门徒。那要问一下，为什么是12个？其实因为这12个是耶稣基督最近身所训练的，并且已经跟随耶稣3年的时间。按照当时候的制度来看，这12位是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们建立了所谓的师徒关系，这些人们。因此从这12位门徒开始先差遣，其实是必然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如果我们从经文再往后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9章记载了耶稣基督差遣1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、医病、赶鬼。在这之后呢，路加福音第10章1到20节又记载了耶稣基督差遣了70人，并且要他们两个到各城各地方去。因为主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。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出去，如同羊羔进入狼群。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。无论进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。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，不然就归于你们。你们要住在那一家，吃喝他们所供应的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，不要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。耶稣基督差遣出去传福音的门徒，在差遣他们的时候呢，有给他们有这个医病赶鬼的权柄。圣经这样记载说，耶稣基督召集了12个使徒，赐给他们赶鬼和医治疾病的这个权柄，然后派遣他们出去传福扬上帝国的信息，并且医治病人。他对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不用带，不带手杖，不带旅行袋，不带食物或钱，也不需要有2件内衣。
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哪一家愿意接待你们，你们就住在那里，直到离开那地。遇到不接待你们的人，你们在离开那市镇的时候，把脚上的尘土也跺掉，表示对他们的警告。我们知道基督徒受差遣的目的是要将平安传给人们，将医病赶鬼之恩赐赐给需要的人，使他们不至于陷入恐惧害怕之中。但是如果仍有这个拒绝的人，他们不愿意接纳门徒的请安、协助、医治，那耶稣告诉门徒说，只要将脚上的泥土踏一踏、跺一跺，平安就归给你们了。基督徒受差遣是将福音的救恩传给人们，医治人的病，使人的心灵得健康，如同光一样的成为医治的能力，使人病得医治。但是如果有人拒绝光，仍然躲在黑暗之处，那么这样的责任就不归给那些受差遣的人们。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可是对你们这些敬畏我的人，将有拯救的太阳照耀你们，医治你们。你们将像从牛栏放出来的小牛一样的蹦跳快乐。上帝要医治这个大地，透过他所差遣的门徒，所差遣的光，成为需要人之帮助。如同圣经记载，就是如同我们刚刚也说过的，使人得到益处这些得到益处的人，就会像说你从牛栏放出来的小牛一样蹦跳快乐，因为他们得到了救恩。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，那是医病、赶鬼以及得救的福音。今天要请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是：我或是你愿意成为一位受差遣的人吗？我是否愿意成为世界的光，使被光照到的人们可以得到医治，得到平安，领受救恩呢？盼望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都能成为受差遣的福音使者，使人们得到益处。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用路加福音第1章68到79节一起来朗诵，来祷告。让我们歌颂主以色列的上帝，他眷顾他的子民，释放了他们。他从他的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全能的救主。古时候他借着圣先知们说过，他要拯救我们脱离敌人，摆脱一切恨恶我们的人的权势。他要向我们祖宗大施仁慈，并记住他神圣的约。他应许我们先祖亚伯拉罕，立誓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，使我们一生一世坦然无惧地在他面前，以圣洁和正直侍奉他。我的孩子啊，你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先知，你要做主的先驱，
为他预备道路，要告诉他的子民，由于他们的罪蒙赦免，他们将获得拯救。我们的上帝慈悲柔和，他使救恩的曙光照耀我们，又从高天光照一切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人，引导我们走上和平的道路。愿上帝帮助我们看重基督的呼召，看重主交代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得到医治，得到帮助，得到救恩。也愿我们所做的能够使人得益处，并且归荣耀给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